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嘅欢迎收看4月19号中嘉台南电新闻。市府目前正伫安南区历史博物馆附近兴建亚太棒球村，提出议员陆坤豪关心的是，干完工以后，敢是来检讨市立棒球场的定位。议员具体建议爱调向文创园区来规划。对此，市府回应，因为附近也有德客整地以及体育园区等等，所以未来会考量整体规划。议员陆坤豪上午透过市政总集群，首先关心安平甲南区的建设。伊认为渔光岛虽然伫这两届的艺术节活动吸引袂少的观光人潮，不过当地居民毋望的毋是2冬才举办2礼拜活动，伊毋望市府应该以离岛建设条例，争取渔光岛成为免税观光特区，来吸引较侪观光人潮。另外，伫南区市立棒球场的部分，因为市府目前已经伫咧安南区内兴建着棒球村，议员建议等待棒球村完成以后，是毋是爱重新规划市立棒球场的用地？咱这个棒球场坐落于安平区，就在南区跟东区的交界，对，这地腹地足大，因为咱棒球场已经有起一个新的大安南区啊。未来我们要重新好好的把它给规划，会利益到中西区、南区、东区、安平区。我是甲你建议，无你当该规划这青年文创园区嘛。一寡全国的青年会当进驻里来啊。新创园区，新创园区啊，让我们南区能够人口直接的就无形中的会直接增加。而且我这的少年人有就业的机会，是，你感觉安那？陆议员你讲得真对，迄个所在旧的棒球场的部分，以出入的动线来讲嘛，因为健康路就较下，所以嘛容易造成塞车啦。即摆未来啦，准备来整体规划甲开发，但是有一点就是讲，咱的新的棒球场落成了后，大家用了会当真舒适。若无现在是即摆旧的棒球场，大家玩啊足习惯。以外国的都市来讲，棒球场一般来讲，你设伫市中心区是交通最方便，但是问题是，有哪造成旧市区的这个发展的受限制。接续共款关心的，也有南区机场的部分，议员争取南区永生路设立出入口，希望借此带动着南区甲安平发展，同时争取国际包机常态化，来补足甲高雄合作，增加着国际运量。丹新闻林跟王子豪采访报道。团城东区前议员詹顺良的新科议员詹信凯伫当选以后头一摆总集选嘛延续父亲的文政风格。议员批评小巨蛋甲故宫内面建设拢是一场空，认为市府欠东区人一个公道，所以会中争取第2个国民运动中心来设立东区。议员詹信凯表示，国民体力就是国家力量的代表。伊认为健康的城市就是爱对运动开始，因此伊争取第2个国民运动中心一定要设伫东区。咱爱互咱的百姓，大家拢不管老中青啦，大家拢养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安尼咱的百姓市民，大家嘛身体健康啊，包括这拢环环相扣啊。伊若身体健康，咱就节省着真侪医疗啦、健保的费用嘛，是毋是安尼讲？是。所以伊食啦，今仔日伊食啦我想要来向咱的吴市长全力来争取咱的第2座的国民运动中心看会使以东区卖。另外，议员关心的也有东区农民之家市地中划。议员除了呼吁中划以后，一定要好好规划，唔通凊彩将地卖予财团。伫咧中划过程，议员嘛希望中学路会当泡通，并要求甲台南大学来沟通。是毋是会使伊个咱的人民之家刷走了后，伊个即个腹地来打造一个讲，譬如来讲像文化二馆，是，是像文化特区，是毋是？就是爱当吸引人潮啦。对，咱甚至会使市府团队，咱来外国取经。
转来做参考，转来做规划。因为时到遐嘛，佫有一个车站嘛，还有一个林森简易通行车站嘛，是毋是安尼讲？是。啊来，咱佫来结合着，咱若好好啊来规划，时到佫会使结合着讲，像讲咱的基美博物馆，吼，啊伊安尼连接过来，是毋是？譬如来讲，我大多建议的国民运动中心，包括遐有即个南台南车站，吼，包括遐湾友，都有一个生态园区甲巴克吕连做伙嘛，佫过来一个文化中心，咱来大家做一个结合文化特区。是毋是安尼讲？咱来打造一条环状的珍珠项链，来来做一个文化特区也好，是毋是会使提升着咱台南市更较侪的艺文活动空间？是毋是？拍档的部分啊，基本上就是讲后壁另外一个计划案跟台南大学协商之后，这条路大概就会通啦。现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啦，他不爱一道就路过，都分做两道。因为办理这届啊。这个农家的这市的定位范围也无包括这个台南大学这个校地啦，所以后壁我已经把这个崇学路连通的这个空间稍微给它进行预留，以后台南大学这协商好势。间隔起来，较有一个完整性啦。是。另外，针对着议员争取老人健保补助，市府回应全市65岁以上的老大年人大约28万人，确实每一个人一档补助1万，一档就需要28亿。市府考量财政，目前除了以2款的低收入户补助，一般老人健保补助，市府表示也是由中央统一办理。单新闻联跟王子豪采访报道。另外，代表时代力量的新科议员林义莹，也将这次的焦点放在教育甲儿童议题，以少子化来探讨市府脱育的政策，以及公立幼儿园不足的困境，要求市府想办法办理。目前台南市新生儿出生的比率是6都上尾一名，议员林义莹以着全市上界悬出生比率的永康市，去年一档新生儿也无到2000个人。不过，伫咧公托甲私人的托育中心严重不足，佮加上公立幼儿园有诶招生困难，有诶大家伤济要入去，议员要求伫咧介绍甲品质的部分一定要取得平衡。那我是认为，如果要说这个一班30人一个行政区，好几年啦，我们才增设这个1、2班的公幼，我们要说它是与民争利的话，那这真的是比较没有竞争力的状态。那今年这个扩大公共化政策开始，我们针对这个签约私幼的补助金也会上升。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年啦，还是有大量的家长，他选择的是去登记公幼，即使私幼已经有这些补助，他还是选择去登记公幼。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市府认清说，这个真的不只是学费的问题？那我们能不能请市长那边承诺，我们可以从这个公幼登记人数稍微远高于这个招生人数的行政区来优先的来设置公幼？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在您如同刚刚林议员所提到的，就是说在于人口未来是持续看涨的部分，如果我们公幼要增加班级或增加教师、保育员这个部分，我们是要朝那个方向走。不过，即便你在您的选区永康来看，事实上永康也经过一些有一些改变。过去人口这班级数比较多的小学，譬如说大桥，譬如说这个武王。事实上，还譬如说复兴，现在班级都降得很厉害，所以即便在永康里面，所以算是新生儿比较多，算是幼儿比较多，算是学童比较多的地方，它的地图在永康内的地图也有一些改变。除了囡仔托育甲教育的问题，另外伫咧儿童活动空间的部分，议员嘛认为严重的不足。因此，伊争取着拍好一块机关用地，希望会当设立成为永康亲子馆。不过，因为牵涉炮校搬迁甲扩大征收，上少要等到民国115年才会当取得土地。咱的新闻联跟王子豪采访报道。先去问一个马上转来的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翻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人爱读册。根据政府统计，7成以上的身心障碍者拢有喙的毛病，高达9成以上嘛拢需要洗喙齿等医疗行为。所以，市府卫生局结合齿科医师工会，持续办理喙齿清洁比赛等教育宣导，除了希望接触达到喙齿清洁的效果，进一步嘛，让一寡有特殊需求的学生会当转介就医。这摆活动依照年龄分做会当独立洗喙齿，以及完全需要老师、家长协助的2组来比赛。依照参赛者洗喙齿的姿势、清洁的进行等项目，由专业的齿科医生来担任评审，会当看见过程当中参赛者一面照镜、一面认真的模样，和参与的卫生局副局长、甲议员林义景等贵宾拢相当娱乐。因为毕竟这群身心障碍学生喙齿的照护总是比一般人较困难，造成蛀齿的嘛高达7成以上。他刷牙的时候，他都会把牙刷咬住，然后所以就是会不好刷。然后有时候因为他常常嘴巴有伤口啊，然后所以你刷的时候他会痛会流血，所以他会反抗。因为他是听得懂，所以我们跟他沟通，他就是会去，就是把嘴巴放开，那我们把牙齿刷干净这样子。对呀，是对我们固定有去医院请医生帮我们检查他刷牙的状况是不是 OK 的。对呀，要不然他们蛀牙也是很难处，蛀牙的话就是还要全身麻醉去处理啊，所以尽量我们还是牙齿要把它刷干净。就是医院的医生有建议我们怎么做，才可以洗得比较干净。为了照顾这群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卫生局结合台南市齿科医师工会，连续4档在启智学校举办洗喙齿比赛。今年更扩大邀请来自南投、云林、甲嘉义的身心障碍机构，总共30间做伙参与，场面盛大热烈。经过这4年的一个办理洁雅的一个比赛以来的话那发现我们从各个机构还有学校都反映说，这样子对我们这些的小朋友还有大朋友的话，他们都很愿意，而且很快乐的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天早上还有吃完饭的时候。都非常乐意来做刷牙还有洁牙的工作来保障他口腔的一个健康。如何让他们以更不伤害的方式来帮这些有需要的人特殊需求者来洁牙？那甚至有时候可以稍微发现他有哪些地方有问题，可以转介到牙科诊所，或者是有特殊需求的门诊来做帮忙。那也感谢卫生局在这方面我们这次办了南台湾这个是一个去年是创举，但是今年更创高峰，已经很多人在这方面，因为我们台南市这么办所以我们的全国联合会今年也开始要办全国的特殊需求者的洁牙比赛。这个活动除了让身心障碍学生比上洗上清气，更重要是在台南市发起以后，将扩大到全国，持续引发大众的关心，嘛让照顾人会当互相交流分享。台南新闻管及何乔芳采访报道。不但社区在当地里长甲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共同努力，对2月份开始规划社区长辈共餐以及体适能运动。实施以后反应相当的热烈，里长表示，就希望鼓励社区的时代拢当出来行踏，活出健康。一来到文兰里社区活动中心，地当看到真侪长辈咧做运动。为了鼓励社区长辈行出户外，里长运用政府补助，每一天拢邀请老师来进行无同活动。同时，对2月份开始安排每礼拜2天的长辈共餐。头下咧办呢，头一届就差不多20个左右。即马呢，
办到即摆呢，即摆差不多2个月、2、3个月哦，即摆差不多迄个40几个，哦啊40几个呢，阮的长者呢，阮就是用，或者长者身體有一寡迄个中风的啥要行出来，一寡腰椎要行出来，哦啊，所以呢，伊行起来足欢喜啊，因为迄个市政府呢，互咱有这个资源，或者迄个工师，所以呢，阮的队长呢邀请无共的工师来遮伫遐做一寡运动，啊做一寡病院做医生的工作，吼啊，所以呢，足侪活动啊，年啊做啊，做一寡手工的。吼，手工的物件，还是做粿啦，还是做一寡迄个果酱啦，所以拢伫遐做，所以来参加的人愈来愈侪哩。吼，啊，所以呢，阮嘛足欢喜呢，有当较侪人来参加的，因为政府呢有即个好运呢，因为文南里活动中心伫菜市仔楼顶，吼，阮拢无咧办倒的哦，活动中心就是咧顾中者的运动。现在共同用餐的长辈有45位，相关的收费嘛只有50块。这款的政策嘛，互来参与的长辈拢相当欢喜，感谢里长的规划。阮老人吼，算讲伫厝，只有就是看电视度久啦，吼，啊就为着阮陈里长办这公餐吼，感觉家族熟悉这一寡较好的，老人家有无吼，啊，就拢遮拢80外、90几岁安尼。啊，感觉讲咱家己毋免去动手，咱家一个拢孤单老人，啊，家搁煮饭，啊来遮吼食啊，逐个用料真好啦。即个朋友甲我足好，啊，甲我招啊，一直甲我招啊，啊，我讲啊，我着用，食饱无咧创啥，啊，着来啊，来摸看卖啊，来安尼，新鲜，我有趣味。里长未来嘛，希望对原本2天会当扩大来举办，互社区长辈愈来愈介意家里社区活动，增加因的健康。同时嘛，陪伴独居的长辈，互因对着生活会当感受到热情。咱的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对民国76年的创立的会社慈善基金会，一直以来拢点做爱心，除了提供救助金来帮助经济困难的民众以外，嘛甲台南的店家合作，持续增加代用餐的服务。重要是希望了解接受爱心便当的民众有甚物困难，以后会当进一步来协助。讲到会社慈善基金会，可能大部分民众并不是真清楚，伊是对民国76年的成立的慈善团体，成员高达2000个，并且容易帮助弱势、急难救助、甲奖学金等等。现在每个月大概服务60位民众，只要经过2天的评估，基金会得提供救助金，以救急无救散的精神，积极帮助弱势民众。回社慈善会啊，本意启之社会，回馈社会，所以它命名为回社慈善会。咱的会里呢，迄个服务项目呢，就是急难救助。咱急难救助就是的贫病的，丧葬补助，甲生活补助，都长期的救助就是讲爱心户，伊已经无能力，有家己去谋生的能力，都卧病在床，还是独居老人。这咱有可能会变做长期的救助，然后都有第三就是咱清寒奖助学金，咱清寒奖助学金即摆已经有台17县呢，有15间学校，目前固定在发放迄个清寒奖助学金。基金会嘛对去年开始推动爱心代用餐，台南目前有13间餐厅做伙配合，只要看到布条，就当前往领取。另外，爱心店家卖请民众留下资料，基金会得安排志工前往访视，看后续敢有需要提供相关的协助。推动这个爱心代用餐的嘛，将近淡薄，将近淡薄呢。咱爱心代用餐，咱的性质甲一般较无共，就是讲来领餐的好朋友，爱心户，伊方便留一个自己性命。咱这个目的就是讲，你困难甲行一个便当，都无法度来买爱心户，可能你后壁问题就较大。所以咱希望就借由提供爱心代用餐，咱来化解边缘的人，社会角落困难的人，咱由你留落来主旨电话，咱会当2天去到你住的所在，来向你共同来面对你的困难，看陪你会当安尼行出来。
现在基金会嘛帮助部分民众家己做小生意，帮助因会当独立自主。同时，基金会嘛积极找找合作的店家甲善心人士，欢迎大家做伙家己做爱心行列，打造一个关怀弱势友善社会。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再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节分第将从好天气类好天气，温度25度到30度，落雨进入四成，海面边雨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10级。感谢收看4月19日中间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